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叫做明明很忙嚇，咁啊上市嘅編號係1768啊。公司咧係內地嚇一家就係發展食品飲料嘅零售商嚇，咁當然同一啲內需啊有關。坦白講，行業上面就比較悶啲嘅啊，亦都未必一定會攞到好嘅估值嚇。咁就睇翻1月20號開始招股啊，1月23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啦。上市日係1月28號嘅，發行嘅價格係229.6蚊至到236.6蚊嚇。入場費咧就挨近23,900啊，咁啊集資額係33個億多啲啊。行業就係好內需情況嚇，未必係市場好追逐炒作嘅一個板塊，咁啊大家自己留意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